Hello，咁多位，歡迎收睇 PK9456 Studio。今日我哋嚟拍5情10站。遊戲規則，我哋要抽出一個危險區，唔可以逗留危險區2小時。我哋嘅危險區抽咗出嚟啦，係荃灣區。我依家身為喺日出康城首都巴士站，我哋睇下第1程係乜嘢啦。第1程係98。等下一架車。咁我哋呢就第2程啦，呢個就係創紀之城觀塘轉車站。下一架車係乜嘢呢？係268C。268C。第19站係乜嘢呢？到咗永光書院啦，咁下一架車係咩嘢呢？原因因為農場道，所以收費呢係會比較貴嘅。哇！呢度好大風啊！呢度想講。290叉，唔係嘅。
待下一架車，希望唔好係去屯門區嗰啲啦。依家就等下一架車係乜嘢啦。咪住先，我係唔係唔記得咗？荃灣區係危險區。到咗呢個石籬站小學啦。呢個站呢，完全係冇人嘅，係啦。哇，唔係啊嘛，下一班車31:15玩嘢啦。唉，等就等啦。第10個站原來係石籬天主教小學。石籬天主教小學，大家依家呢，就真係呢，要脫離呢個荃灣啦。咁呢，我哋下一班呢，已經確定咗係31㗎啦。31嘅第10個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個站就係悦來酒店。悦來酒店。好，我哋呢，依家呢，係要脫離呢一個荃灣區，係啦，因為呢，遊戲規則係唔可以逗留喺嗰個區超過2小時嘅，係啦，因為遊戲規則係我定嘅，係啦，所以我呢，要喺悦來酒店度，靠嗰邊嘅巴士路線啦，咁啊，等31啦，係啦，好。上咗31啦，悦來酒店落。
上，咁都俾我坐過。龍運復古啊！咁多位，但要睇第10個站係咩喎？係喎，同埋漏講咗一樣嘢，我哋已經係挑戰成功㗎啦，因為我哋喺限時呢一個係咯，喺荃灣區逗留咗係1小時嘅，係咯，所以咧，我哋咧搭咗架 E32A 去咗大嶼山嗰邊咧，就已經算係挑戰成功㗎啦。本身係10程10站嘅，又改咗5程5站。OK， 咁啊，係咯，好好享受呢一個咩啦，復古巴士。各位，原來第10個站係星匯啊！唉，不過都好彩到龍運復古。唉，咁啊，好好享受呢一個長途車路。好，咁啊各位，我已經到咗呢一個星匯站
咧，就可以訂閱我嘅 studio 啦，PK9456係啦。咁今集我哋嘅五情十讚咧，嚟到呢度啦。咁多謝咁多位先。